喂，星期五晚美股大爆炸，納指跌咗超過4%。你個投資組合有冇事？ Simple Interest 話你知發生咩事？納斯達克一日暴跌4%，幾千億美金就咁蒸發咗。呢個唔係普通調整，係恐慌式拋售。如果你星期五睇住個市，你識唔識反應？恐慌指數 VIX 一日爆升40%，去到21點。資金瘋狂撤離風險資產，比特幣都跟住插水。伊朗局勢令到成個市場進入避險模式，但係危機就係機會，你準備好未？但係另一邊廂 ，AI 軍備競賽完全冇停過。Google 每個月俾9億2千萬美金 SpaceX 買 AI 算力，你冇睇錯，每個月9億2千萬，呢啲先係長線機會。追蹤 Simple Interest， 每星期用廣東話同你分析市場，由零開始學投資，冇廢話，得實戰。訂閱我哋啦！